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竹市的前文化局长钱康明来压料，讲市长高虹安的男朋友李中庭干政，李中庭阁叫钱康明爱来辞职。今仔日高虹安参加市政活动，面对相关的争议，伊来强调讲，绝对无授意着李中庭来介入着市府的业务。民众党新竹市议员嘛开记者会来反击着钱康明。讲钱康明为着跨年的演唱会，家己去找学弟学妹来做主持人，涉嫌违法白标，呼吁这个钱康明莫阁来造谣，爱先好好面对家己的问题。新竹市长高虹安当着男朋友插政治风波，前文化局长钱康明这几天表示伫咧po文章，讲高虹安叫伊跨年暗会去找接谈，今日高虹安出席市政现场做出回应。如果今天这个跨年的活动真的是我叫这个李先生去干预或者去瞧标案、瞧工程，那怎么会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没有要举办这个活动？搁一摆提称跨年暗会官方无办，由民间办，不动产农业工会嘛发出声明证实。不过外界搁一摆质疑，那个建商有关系咧？这个工会举办这件事情，其实它是行之有年的。过去巡往例，其实新竹县的跨年晚会都是由这个新竹县的这个不动产工会来做举办。前文化局长钱康明最近一直咧指控跨年暗会李中庭增加关心，民众党市议员嘛召开记者会，指控钱康明涉嫌违法绑票。通常公务人员在邀标的时候，有标案要出去要邀标的时候，表现的都会相对的保守，相对的甚至是冷漠一点。市议员批评钱康明无遵守规矩，佮我阳光实在厂商投标会当放心，早就互市府的人真无欢喜。他梦到他挡人财路，但结果实际上却是他多次去邀约同一间厂商，那这个也是让市府人员认为非常不妥的。面对指控，钱康明搁一摆破面册，本人若是有违反法律的事实，欢迎来甲我告。若讲3位议员朋友真正冇唔对，无聊莫搁黑白混资料，紧甲市长斗3工，强调认错悔失的，会当是一个选项。我们也建议 J 先生以后不要再。应该要拿捏好自我的分寸。一场跨年暗会引起外人插政治风波，钱康明和高虹安两边的讲法是天差较地，互新竹市民拢唔知影当时才当等到真相。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